Hello，我係 Amy，又嚟到2026年1月份嘅12星座咯。首先，我今集會講咗天秤座先嘅。天秤座喺1月份嘅感情運呢，如果係單身嘅話，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你嘅對象出現。如果你係有對象嘅話呢，你可以勇於表達愛。但係如果你係拍緊拖嘅話呢，可能你哋雙方都會各有各忙自己嘅工作喎。咁然後去到呢個工作事業運啦，你哋應該都係雙方真係好忙啦，因為忙到係冇時間同對方溝通嘅。可能因為感情裏邊就係會冇時間同對方溝通啦，但係喺事業上邊、生意上邊，你嘅工作會忙到同同事溝通，你都冇時間，所以會好希望喺1月份多啲獨處嘅喎。唔緊要，沉着應戰都係好事嚟嘅。今個月我會俾個微字你，睇下你會諗到啲乜嘢先。